观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高高講下會》，我係民主。今日民主來到關係，兩係渣，不是有你是表彰給空間哦。跟我一起進來去看看吧。首先來介紹這邊的主人，也就是我們的馮老師。老師好，你好，大家好。老師剛才一走進來就發現這邊不單是咖啡廳，而且更是提供了一些藝術表演工作者一個很好的展示的空間呢。是，在這邊不單是可以欣賞靜態的，是常有動態的藝術表演哦。啊，對，我們現在就是每個月會有固定，比如說像戲劇表演講座。是因為剛才你有提到你自己是戲劇人嘛，對不對？戲劇的客家話就是戲腔。戲腔，對，還有點就像走路咔咔咔這樣，戲腔。OK， 戲腔。另外一個老師，我覺得今天呢教你這個，你應該也可以用得到。就是說，雖然這邊是咖啡廳，但是呢，在關西這裡有很多的好吃美食餐廳等等的。餐廳的客家話就是叫做串燙。串燙。串燙。串燙，這邊常常會有一些藝術表演嘛，對不對？啊，對。你有沒有曾經就是這邊要有藝術表演的時候，要邀請在地的客家人來，你就可以跟這些阿公阿嬤啊，給他邀請他們來說，這間餐廳常有藝術表演，就是兩件串燙。兩件串燙，不是肉，不是肉，你是表戰。你是表染，兩件串燙，兩件串燙，不是肉，不是肉，你是表染，你是表染。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我们今天认识的冯老师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文艺气息、有料的老师哦。当然了，在他的咖啡厅、在他的餐厅里面，我们一起认识了许多新的词，一起来复习一遍哦。来看到第一个词就是餐厅，串烫。串烫。第二个词呢就是戏剧，戏腔，戏腔。第三个，我们来学一整句话哦。来看到这句话就是这间餐厅常有艺术表演。兩件串燙不是肉，你是表染。兩件串燙不是肉，你是表染。你们都学会了吗？冯老师教我们用唱京剧的方式，让我们记得的更快哟。好，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